乡亲继续来看，这个拜六礼拜1就是国庆3天的连假，但是花莲进前的地震是大大影响到当地定邦率。讲这个南花莲剩无到5城，赤科山搁较惨，剩2城。所以公路总局推出着几啊项的优待，希望会当带动游客到花莲来佚佗。 看到真侪海岸民众拢真惊喜，花莲特别的自然美景，吸引真侪游客来佚佗。无偌久进前，才拄到地震的花莲，面对国庆3天的连假，大房率煞比往年搁较低。芝科山受到地震灾情的影响，目前山上的因为道路不通的关系，可能要等到10月6号道路抢通之后，才会陆陆续续有游客回流。花莲国庆连假平均大房率有6.5%，不过伫即摆地震当中，毁损严重的南花莲煞较无一半，尤其多是金针花过赤科山连外道路拢也未抢通，定房率那个敢若剩1-2成。为着吸引游客，公路总局嘛推出几啊项优惠。10月初8到初10，只坐东部国道客运到汽车200块，机车100块的租车折扣。另外，只摕东部台湾好行套票或者是大房证明，到客运票4个人做伙，1个人免钱的优惠。那我们花莲地区有4条路线，那搭乘台湾好行的路线都享有半价的一个优惠。推出几啊项优惠，就是希望10月连假观光的人潮会当对类增加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